好妙。拉嘞！这太惨了嘛！用力给它拔起来。哇，烂掉了芋头。来，我抓着你的手，你不要这么僵硬啊！完全都没出力。洗厝干、上丝虫、买菜骨肉上红崩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重。今晡日啊，先人下来做厝，我去请妇卫来做好食嘅料理。提起做洗厝干，係大擺肚肚都為嚴格必敗嘅名義同生權。兩位小朋友今年已經要升5年生咯。佢哋廿擺啊，我用婦衛嘅烏光來做一盤香噴噴嘅豬肉炒烏光，一個食材睇起來有啲困難咯。寒假啊，除咗烏光撈豬肉，還愛哪道材料呢？有芋梗、後腿肉、香菜、辣椒、蒜頭、米酒、醬油、膏。我只看過紫色那個芋頭。我也不知道，就覺得它的味道很惡心，因為是他自己煮的。然後我吃了我就會想吐。你畫的這是芋頭葉啊，解釋一下，這邊就是芋頭啊，把它看。這全部都芋頭啊，不是，是芋頭葉啊。那芋頭呢？芋頭就整株啊。從葉子到那個梗就叫做芋頭。不知道。他管錢，他背袋子，我拿食材板，然後苦工都給我做，然後怎麼可以這樣？計算錢，然後沒了。明兒啊，幾多帶愛本面幾道錢買菜爭啦喏，好想炒嘅兩個洗厝乾，已經愛開始出發買菜咯。今晡日咱愛做係等兒下嘅便宜同送金，記得今晡日啊，愛當兒來去請婦衛，也把愛用婦衛來做一出甜香香嘅婦衛蛤蟆卵。沒畫東西啊。他貼了。品種它其實有很多種，可是那個資料太多了，我也不會畫，所以我就選了2種，一種是香芋，一種是白芋。哦，我們今天採應該是大多都是香芋這類的，香芋的應該是比較香。然後這是我去上網找的，它聽說這是用芋頭做成的甜點，它不像那個什麼西米露。它也那個芋頭也可以做成蛋糕、冰淇淋之類的甜點。我只敢吃芋頭做的之後加工後的食物，不敢直接吃煮過的芋頭。反正就是不喜歡直接看到一整塊的芋頭，像西米露，西米露就是切一小塊就直接丟進去。可是我在別的餐廳看到那個西米露都是沒有芋頭，然後那個芋頭的味道就是直接融進去的。它就只有那個西米露在那裡而已。芋頭怎麼挑選呢？芋頭挑選它有3種方法，一種是外表完整、乾燥不潮濕，沒有蛀坑洞，然後棕色條紋是清楚的。然後第2種是以外表要挑選的話，要選圓潤飽滿的，不能選那種中間是有腰身的芋頭。哇，送金行認真哦，請到嚟按到婦衛嘅資料。唔過啊，就算係強雜品種，無強用蔬菜嘅採收時間，另外無強用哦。像係宜蘭嘅港中人，就係對半夜開始野婦衛。行家啊，做嘅方式沒有插片，二條啊要把太木珠好好看清楚咯。等一下我們會下田去採芋頭哦，所以啊，阿姨今天有幫你們準備了手套，這個是大人的 size 哦，好像很大。為什麼要戴手套？哦，因為啊，你們小朋友啊都會怕被雜草割到，對不對？所以阿姨就幫你們特別準備了這個手套，不然一般呢，我們的農夫是不戴手套的哦，就直接空手下去採芋頭了。哇！還有幫你們準備了2隻小的鋤頭哦。哇，鋤頭要幹嘛？鋤頭等一下要把芋頭啊從泥土裡面把它挖起來。你們有挖過芋頭嗎？沒有。沒有哈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是新的體驗哦。還有準備一個人一個小盆子，等一下採收完的芋頭就可以放在這個盆子裡面哦。小心走哦。哇，沒事啊。你沒事吧你？小心哦，小心哦。阿姨，為什麼這裡那麼多雜草啊？哦，你知道嗎？那個有機農法裡面啊，它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雜草？是因為啊，
很多的农作物啊，它都会遇到虫害。如果害虫它肚子饿了啊，它就可以先吃杂草，它就不会先吃到农作物的。可是这样不会不方便吗？那么难走。不会啦，习惯就好啦。哦，那芋头在哪里？啊，你可以往低头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芋头咯，它一年呐才长一次而已哦。等一下呢，就先把3叉锄头往朝下，然后呢，轻轻的把泥土拨开。之后呢，当你拨开到有一个小小的深度之后呢，就用3叉锄头往芋头的旁边根茎这边这样子，哇，这样芋头就挖起来了。这个芋头是什么品种这？个芋头啊是槟榔心芋头哦。哦，那个槟榔芋。对对对，哦，你好厉害哦。所以呢，像我们一般吃的什么芋头冰淇淋啊，或者是芋头甜汤之类的啊，或者是你会吃到豆花里面会加芋头，大部分都是槟榔心的这个品种。是哦，我还以为是香芋那个。哦，没有。那你们要不要来试试看呢？好，那你就挑一颗你最喜欢的。这是吗？这可以采了吗？啊，那一颗是可以哦。好，阿姨，这个可以采了吗那？一颗也可以了。哦，那你要小心哦。我害怕踩到别人。会很难挖吗？会。来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把泥土啊再拨开一点。为什么我觉得我挖的不是这颗，反而是别颗呢？来，给你。好，用力喽！哎，哇，好棒哦！哇，这是干嘛？好，珍珍来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是土好像很软的样子。对，好就。烂掉了。啊，那个没关系。好啊，所以好，用力给它拔起来。哇，烂掉的芋头。那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有机芋头让你们采回去啊，不用钱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哇！可以请你们吃哦。耶！谢谢。回去请妈妈煮芋头甜汤啊，或者是芋头西米露啊，或者是煮芋头米粉汤给你们吃，都很好吃。二条两啥很好彩的，做得得到50钱嘅有机物的，不过亚条物的啊，针对难度列出来，还要先洗枪，才做得带转不好哦。这在哪？咦，好好切哦，真好切，一切就断。小心哦，小心脚哦。好 ，OK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芋头啊放在水下面，这样子冲洗。然后如果有这个烂掉的叶子啊，就先用手把它去除掉。好，把泥土去掉就好了哦。这样子就是一颗已经洗好的芋头。好，那菜瓜布不会弄伤它的表皮吗？不会啊，因为芋头啊，它的皮啊很坚韧、很粗，所以比菜瓜布还要粗，所以菜瓜布伤不了它。一定要洗才能卖吗？是啊，所有的农产品都一定要整理过啊。那芋头啊是最耗费人力的哦。你看，从泥土里面啊，再把它挖起来，然后再清洗，再把它阴干，隔天才能出货哦。你们呢，因为有经验过来芋头园采收芋头跟洗芋头的经验啊，所以有机会你们跟爸爸妈妈去菜市场买芋头的时候，就会对芋头特别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觉得洗不干净啊？这样就可以了。阿姨，你现在在准备什么？我现在准备的这个是菜苗，因为现在刚好碰到了就是秋季种植的时候。因为菜苗，我们如果说现在土地都一直在潮湿，都是在下雨，我没办法去育种，所以我就先买个血盆苗来种。那这个是高丽菜的菜苗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要先做什么？你今天现在要来采玉梗，对不对？对带你们到田里面去，然后一路上再告诉你们什么叫做有机，好吗？好，现在跟着我走哈。有機嘅青菜唔係隨時都做得種哦，像因為某些農藥，故所啊要靠無相應嘅季節來種，像喺秋冬嘅時節，菜蟲會比熱天較少的話。
也嘅时节种嘅叶菜类就会较多，免唔惊以下嘅就问菜虫色青青咧。唔过青菜生得好唔好，种菜嘅风险没依重要哦。那苗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，你小心拿着它，你不要去压到它的根。来，我们先来。这边吗？高丽菜的话，你要注意它的间距，它的间距大概在45公分左右。好，拿着它，对，然后就轻轻放下去。然后再用我们的手把所有的土再推，把这个苗给顾好，把所有的土推回去，然后轻轻压它，让它跟泥土做一个紧密的结合，它的根系才会扩展到泥土里面去。那我们现在要加水吗？要，每当你种完苗下去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不管你是现在下雨天，或是天气很好、大太阳的天气，都一定要马上浇水。除咗淋水之外，种唔地嗰本常采用其他嘅用粉，行加天时热人，常采啲太嘅时节就会较慢。像喺面鱼同生芡，根本意种嘅高丽菜，会等到2只人嘅当做对菜蔬，可能按到采用嘅小好焖。不过根本意有2啥，较唔按好菜呢，伊越老越太，都冇办法摘不光咧。无奈何啊，是做得到菜市场度情况下嘅。有卖富光嘅摊贩冇？老板有没有后腿肉？有，那我要你要后腿肉要多少150公克。 ？150公克，4两。你们有在算公克的吗？我们都算公斤，那个台斤的，台斤就600公斤，没关系，对对，那个我帮你算出来，来40块。后腿肉是哪里的肉？哎，你好，爱想，这个就是后腿啊，不要想，你不要想。拿零钱。等你60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这个猪肉是你们今天早上去抓？我们是黑猪肉，卖40年了，都是黑猪肉。我们有专门在帮我们养猪肉的那个啊，这个是猪馊水，不是猪那个饲料了，没有猪抗生素的。黑猪啊，吃馊水要养比较久啊。白猪的那个饲料养比较快啊，豆子有差。谢谢老板。老板再来。除咗猪肉落烏光之外，也擺面魚同生芡愛做嘅豬肉炒烏光啊，每行愛購買到嘅香料來添出丫頭菜甜味。要去买什么？买蒜头，还有辣椒，还有香菜，那这样够吗？够钱吗？一定够。真的吗我们可以杀价。这种事情交给你。不要，我不会杀价。你好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就说老板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？就这样，确定。在哪？我忘了。那边吧，那边，这一盘没有你就问就好。小妹要买什么菜？有没有蒜头？蒜头有。会不会太多？太多了。我们要3粒就好。好，来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要辣椒。那个一包我来拆。好你要什么样的我来拆。辣椒要怎么调？我要挑，你要几条？我要2条。好，那蒜头要怎么分？是好还是坏这样？你摸摸看，摸摸看，是不是硬的？对。硬的就是好的，不好的它会烂的，软就是软软烂烂的。对。我要香菜2根，2根就好。那你们这个香菜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自己种的。你们自己种的？辣椒也是吗？是。全部都你们自己种的？是我们自己种的。啊，因为你来我这边拍哈，我送给你就好了。不用钱。不用钱，因为送给你。谢谢老板。啊，不会。谢谢你。哎呀，遇到小錢唔拉嘅問題，都本好心嘅調價，老遇到結結嘅。唔過見本嘅嘅菜市場賣菜嘅富人家特別多，調價啲遇到按好，當然咪愛留下來聽數調價買菜啊。28。28。大颗一点点。大颗一点。 39。好棒哦！老板钱呢？好了。好，44。你知道50吗？1包多少？这个50。这个64。886。冇想到2隻撐公鬼，老人聽數起來係按厲害啊！
不过啊，最重要嘅武功还係無程度呢。嘅是做得老難愛做，有熱到武嘅嘅洗廚官加一下咯。夜拜啊，係侯寶龍侯師傅，愛田定洗廚官強下來做料理哦，有36年嘅料理經驗，無論係中式也係西式料理，全部都靠唔忘記。古時洗廚官嘅料理人們全做得冇侯師傅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切几块下去蒸熟。好，来切小丁。好，对你这样切就有进步了，真的很棒。好，来白色的盘子给它装。好，来把它放在盘子里面。好，来把它放在里面蒸。来，再把它上盖，开大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让它去蒸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切这一个，我教你怎么去皮哈。好，来，先把它切开之后，那我们把它竖起来。这样葫芦状一样，这里慢慢的一刀、2刀。如果你待会切啊，我给你切，你一定会这样切下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这样子斜着来切看看。好吧，那你就做2刀吧，3刀吧。你没有切完啊。便宜生意到位啊！看你小夫嘅用嘅，本人看到出鏡呢。出體鏡兒小多數，我咪同樣這樣嘅小法。其實烏嘅小體皮，行為存幾多做得實啊！見專心切烏嘅，要來注意烏嘅度，你就記下整嘅烏嘅，當場做得嘅哦。拿開嘅幾款啊，小嘅烏嘅圓就做得拿出來，撒下來做行一鋪咯。接下來這邊我要做這個湯。你現在麻煩你把芋頭丟進去，再把它上蓋。那這樣要煮多久？這裡呢，大概是要煮10分鐘左右。那我們這裡還不能鹹哦，最麻煩的來了。調味。不是，要做芋。現在芋頭已經好了，把它放進去，來黏黏的2隻手。來，這個是湯匙，把它稍微壓一下。來，把它稍微壓一下，2個人一起來。大力壓。如果呢，你有一點點的顆粒。反過來比較香。要把它壓成這個快要彎的。你要不要用這個？你不要再用那個了。這樣慢慢的倒就可以了。其實我們自己吃啊，有一點點顆粒啊是不錯。然後現在加一點點的糖，好，來加一點點，把它攪拌均勻。素薯粉。來把它加下去，好，來，你現在用手了，手這樣用，這樣搓，這樣搓，大力搓，大力，來，要讓它 Q 呢，我告訴你，加一點點的太白粉，太白粉客家話叫什麼？便利粉，直接翻過來，好像便利粉。對，它也很便利呀。啊，你一直烧。那我們呢，加一點點的水。要揉到不粘手，要揉大概是800下就好了。800下，不粘手，它不能分開。敷衍而且暗久，老洗廚官都行公體咧。想食到好食嘅料理啊，當然愛食到體力啦。寒假烏嘅都弄好咧，愛個切做一塊塊嘅，讚賞完成哦。煮到一半嘅烏嘅湯。個加嘅蛤蟆卵過後，就做得用椰漿、老糖來調味咯。有一點點重。好，來，我們現在這邊，你把它都拿過來，這裡把它倒下去，慢慢倒。拿筷子。不用，它有練過。OK 的，OK 的。輕輕的擺下去。好，來，這個呢，要把它浮起來，煮5分鐘左右。所以說，待會滾起來，把瓦斯關小。讓它慢慢去煮。烏香蛤蟆卵就會完成咧，跟明兒同生前啊，佢都咩要快腳到嘅哦。當無簡單真刨體皮嘅烏光，個愛切做一節一節嘅，記得切體添出浸鹽水，按樣啊，將做得老烏光嘅葉來浸體，完成一鋪就會往佢哋兩沙去炒菜咯。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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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多一點，再多一點。哦，好，接下來肉，把它放下去。
好，来爆香这个肉，来快，把它摊开就可以了，把它摊开，它才会受热。有没有吃过这一道？妈妈有没有做过这一道？没有。妈妈有没有做菜？没有。有吗？有啊。有。好，来，再把它这边翻面 ，OK 的啦。这个呢，其实你这样拉一拉，它就翻面了。还是5星级师傅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蒜头、辣椒把它加进去。看到了。接下来这边要把它捞起来丢进去。你为什么要用这个？我刚才用手哎，好吧，我们这一气呵成吧。聪明的小孩。哎，很棒，凹得好，凹得好。好，来这边我们就是把它加一点酱油，加一点糖。1点还是2点？ 2点。那这样1点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把它加进去，然后接下来，糖啊，也要拿糖啊，又可以让你试吃一次。哎，怎么了？要不要试看看？加，那我们呢？真的这么烫跳？好，来，再过来，我们白胡椒粉、米酒。好许多。好像。好，来，我试试喽。哎，好烫。我告诉你，刚才那女生就直接酱油的味道，好咸。所以说有机会再加糖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加太多。教我翻这样。教你翻糖，这样翻，推出去，拉起来，推出去，推出去，拉起来。有没有看到翻了 ？I trust you。还是比较好。来，我抓着你的手，不要这么僵硬了。全都没出力。好了，这个把它丢下去。好，那这里放在这里，好。这里即将完成了哈，好不好玩？这一道好不好玩？好玩哈，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这里啊，先把它捞起来，因为这很烫，我要捞。吃起来不甜，里面是甜。边倒进去，可以不要加西米露吗？不可以，这样那碗不要加了，那碗不要要加。，因为它现在越稠，等一下我再加一点点水。倒进去了。好，来这里，我们再把它全部倒进去。哇塞，太棒了！哎，不错吃哎，这个。这像茄子哎，哎，你调味调的不错哎，好好吃哦。有进步。不过，告诉你，有点甜，这要它炒的菜都是甜甜。好，那我们吃这个甜点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冰的比较好吃。你从把它认识芋头，把它芋梗，然后削芋头，然后煮芋头，做芋泥，然后做这个藕泥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好吃吗？当好吃，说一次。啊？当好吃。刚好吃。那我们呢，跟观众 say goodbye 了。啊，一样来了啊。